有冇一個瞬間，你夜深人靜，獨自清醒，越諗越心慌，越諗越無助？明明你一世為家、為老公、為仔女鞠躬盡瘁，半生節衣縮食，默默捱苦，將所有最好嘅資源、所有積蓄、所有時間精力，毫無保留奉獻俾家庭與後代，從來唔捨得為自己多使一分錢，從來唔敢為自己規劃半分享福。點解臨近中年，心底反而愈來愈空，愈來愈慌？你有冇認真問過自己一個問題？今日你可以靠捱、靠忍、靠付出撐起頭家，安撫家人，等到你年過60，體力衰退，無法做工，無收入來源嘅時候，你嘅晚年究竟可以靠邊個？係你傾盡一生養大嘅仔女，係相伴多年嘅伴侶，抑或係虛無縹緲嘅天倫之樂？更現實一句，萬一你老來多病，行動不便，需要長期休養，需要大筆醫藥費，身邊嘅人真嘅可以毫無怨言，長久不棄，全心盡孝嗎？好多35到55歲嘅中年女人，一輩子都輸喺過度相信親情，過度依附子女，過度犧牲自我，將自己下半世嘅所有希望、所有退路、所有安穩，全部壓喺仔女身上，到頭來往往換嚟一場無言嘅落空。其實人世間最狠嘅晚年真相，從來都唔係歲月無情、衰老無情，而係你半生無償付出，徹底掏空自己，到老手無餘錢，身無底牌，只能看人面色，聽人擺布，將自己嘅尊嚴與安穩拱手讓人。呢個年紀嘅女人，大半輩子都活在無私奉獻之中，早已習慣咗委屈自己成全家人。20幾歲結婚，脫離原生家庭，滿心歡喜投入新嘅生活，從此為家庭捱苦，為柴米油鹽奔波。30幾歲生兒育女，徹底將人生重心擺喺仔女身上，為佢哋犧牲睡眠，捨棄愛好，放棄工作，推開自己嘅社交圈。40幾歲步入中年，依舊無條件付出，幫仔女置業首付，幫仔女分擔婚後壓力，幫手無償湊孫，打點家務，將自己一生嘅積蓄、精力、時間、健康毫無保留傾囊相授。好多中年女人從來唔捨得為自己買一件貴衫，唔捨得為自己做一次體檢，唔捨得為自己儲備一筆養老錢，心底永遠抱住一個執念：我而家辛苦少少，節儉少少，犧牲少少，將所有最好嘅都留俾仔女。日後佢哋出息咗，生活穩定咗，自然會知恩圖報，盡心盡孝，養我、顧我、陪伴我。我下半世就可以安穩享福，無憂無慮。呢種流傳幾代嘅傳統諗法，困住咗一代又一代善良嘅女人，亦都令無數默默付出嘅中老年女性臨老陷入被動卑微、孤立無依、有苦難言嘅淒涼困境。我哋必須坦然接受一個殘酷但真實嘅人生規律：子女永遠係你一世嘅牽掛，卻從來都唔係你一世嘅絕對依靠。父母對仔女嘅愛係與生俱來，係本能，係一輩子不變、無條件嘅包容與付出。但仔女對父母嘅孝順係後天培養，係良心，係情分，係隨環境與壓力變動嘅變數，從來都唔係絕對，唔係必然，唔係鐵定。你可以耗盡半生心血，100%真心對待仔女，無條件為佢犧牲所有，但你永遠冇辦法保證日後佢一定孝順，一定有能力養你，一定有時間陪伴你，一定願意為你扛下晚年所有風雨與重擔。人世間最唔可以賭、最輸唔起嘅就係人心，就係未來，就係下一代嘅擔當與良心。35歲到55歲係女人人生最後嘅黃金積累期，
亦都係決定晚年命運嘅關鍵分水嶺。呢短短20年，你點樣規劃生活？點樣積累儲蓄？點樣佈局自己嘅晚年？直接決定你60歲、70歲以後嘅人生狀態，係體面安穩、自在從容，唔求人唔依附，定係看人面色，忍氣吞聲，日日焦慮，無助煎熬。好多中年女人都有一個致命嘅僥倖心態，覺得中年歲數仲細，晚年離自己好遙遠。而家最緊要顧仔女、顧家庭，使錢使喺仔女身上最值得，積蓄擺喺家庭最穩陣。自己嘅晚年、自己嘅保障、自己嘅養老金，遲啲再算，以後再儲都得。正正係呢種拖延、輕視、自我麻痹嘅心態，令無數女人臨老先至驚醒，後悔莫及，奮鬥半生，付出一世，最後自己一無所有，一無所依，連基本嘅晚年保障都冇。你一定要清醒，看透現實。仔女有仔女嘅人生，有佢哋嘅壓力，有佢哋嘅小家庭，有佢哋數不盡嘅柴米油鹽同生活煩惱。而家嘅年輕一輩面對高樓價、高通脹、激烈職場競爭、養兒供樓嘅雙重重壓，生活壓力遠超我哋呢一代中年女人。佢哋長大成人、成家立室之後，首要責任係養活自己嘅小家，培育自己嘅子女，應對自己嘅人生風雨，能夠真正抽身陪伴父母，盡心供養長輩，負擔父母晚年開支嘅時間、精力、金錢，其實非常有限，甚至可以話捉襟見肘。你將自己下半世嘅所有希望、晚年嘅生活開支、醫療費用、日常起居，全部重壓喺仔女肩上。呢種寄託從來都唔係天倫之樂、老有所依，而係無形嘅負擔，長期嘅拖累，綁住子女，亦困住自己嘅枷鎖。我見過太多中老年婦女嘅遺憾與心酸，個個都令人唏噓，半生捱苦，全心為家，盡心盡力育兒，將自己畢生所有積蓄通通用嚟幫仔女買樓、出首付、辦婚禮、創業周轉，自己一分錢養老金都唔捨得存，一分錢應急錢都唔願留，一心思維住成全仔女，鋪平佢哋嘅人生路。年輕體健嘅時候，仲有勞動能力，仲有利用價值，可以幫手做家務、無償湊孫、打理屋企瑣事、分擔仔女壓力。呢個時候，家人對你客客氣氣、和和美美，處處體諒。可一旦歲月催老，身體機能垮掉，需要長期服藥調理，需要人手貼身照顧，需要大筆醫藥費嘅時候，成個家庭嘅氛圍就會即刻變晒。兒女會有怨言，媳婦女婿會有芥蒂，一家人會有爭執矛盾。從前嘅溫柔體貼不見晒，取而代之嘅係冷漠、係計較、係嘮叨、係明目張膽嘅嫌棄。呢種前後落差、人心冷暖，先係晚年最難頂、最令人絕望嘅滋味。呢個時候先至徹底醒悟，原來女人晚年最大嘅尊嚴、最大嘅底氣、最大嘅安全保障，從來都唔係仔女孝唔孝順，唔係兒孫滿堂嘅虛榮，唔係家人一時嘅溫柔，而係自己手裏有冇錢，有冇獨立穩固嘅養老金，有冇唔需要求人、唔需要依附任何人嘅生存能力。有養老金嘅女人，晚年活得從容又體面，唔使伸手向仔女要生活費，唔使人哋俾醫藥費，唔使因為幾十幾百蚊看人面色，唔使為日常開支小心翼翼。你可以自己做主睇醫生，自己買營養藥物，自己食好啲、住好啲，自己規劃閒暇生活，唔拖累任何人，唔麻煩任何人，唔看任何人臉色，自然活得體面，活得自在，活得有尊嚴，活得心安理得。相反，冇養老金，全靠依附仔女，伸手討生活嘅女人，
晚年就算再溫和善良，再勤勞付出，再顧全大局，都難免活得卑微谷促，小心翼翼。你晚年使嘅每一分錢都係人哋俾嘅施捨，你過嘅每一日安穩都係依附人哋得來嘅。你有任何少少需求，任何願望，都要開口求人，低聲下氣，開口次數多咗，自己心底會覺得羞恥、自卑、無地自容。求人次數密咗，子女同家人都會覺得厭煩，覺得負擔沉重。就算仔女本心善良，真心想要孝順照顧你，但長期嘅經濟壓力、日復一日嘅生活拖累、長年累月嘅責任束縛，都會慢慢磨損內心，淡化親子感情，滋生無盡家庭矛盾。原本溫暖珍貴嘅親子情分，最後因為銀紙，因為養老壓力，因為現實無奈，變得生疏尷尬，充滿計較與隔閡。呢個先係人世間最令人心酸、最不值嘅晚年結局。所以35歲到55歲嘅中年女人，一定要即刻戒掉根深蒂固嘅養兒防老舊思想、舊觀念、舊寄託。呢個年代已經徹底變咗，舊時代養兒可以防老，而家養兒只可以盡情，唔可以防老。真正能夠防老兜底護你一世安穩嘅，從來都唔係子女，而係你自己。係你自己儲落嘅積蓄，係你自己備好嘅養老金，係你自己守住嘅健康。養兒防老係舊時代物資匱乏、家家窮困、宗族關係緊密、子女眾多嘅時代產物。而家時代變遷，生活壓力劇增，子女獨立性強，小家庭為主，單靠子女養老嘅模式早已經唔穩陣、唔靠譜、唔安全、唔現實。好多中年女人會同我訴苦，話自己都想存錢備養老，但而家家庭壓力太大，使錢地方太多，要供書教學，要幫襯屋企，應對日常開支，根本多餘錢都冇，冇能力儲蓄。其實存養老金從來都唔係要你一次性存大筆積蓄，唔需要你一夜暴富，唔需要你犧牲家庭生活，而係日積月累，點滴積累，持之以恆。每日少使一啲無謂消費，每月強制儲少少，每年沉澱一筆固定養老儲備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幾十年積落嚟，就會成為你晚年最堅實、最可靠嘅靠山。存錢最唔怕嘅係賺得少、積得慢，最可怕嘅係從唔存、從唔規劃、從唔為自己晚年著想，一味盲目犧牲，一味無條件付出，一味透支自己，最終換嚟晚年無依。你一定要深深明白，中年女人默默存養老金，從來都唔係自私，唔係涼薄，唔係唔顧家，反而係最懂事、最體諒仔女、最顧全大局、最有智慧嘅做法。你有屬於自己嘅獨立儲蓄，有穩固嘅養老保障，有充足嘅應急資金，老咗之後就唔使拖累仔女，唔使麻煩後代，唔使因為高額醫藥費、日常生活費導致仔女夫妻爭吵、家庭失和、矛盾滋生。你可以完全自己養活自己，自己照顧自己，自己安頓自己嘅晚年生活，唔成為子女嘅負擔，唔成為小家嘅矛盾源，唔拖累後代嘅人生。呢種獨立自強、不拖不累嘅狀態，先係對仔女最大嘅體諒、最大嘅幫襯、最大嘅成全，亦都係最高級嘅母愛。現實中太多家庭嘅婆媳矛盾、子女爭執、親子隔膜、家庭冷戰，根源全部都係父母晚年冇經濟保障、冇養老儲備，全程依附子女生活。父母手無餘錢，毫無積蓄，所有開支依賴子女，自然事事受制於人，日日看人面色，處處小心翼翼，長期處於被動卑微嘅狀態。而一個手握養老金、有獨立經濟能力、
唔求人，唔依附嘅長輩，唔使麻煩後代，唔拖累小家，唔製造矛盾，待人接物自然從容淡定，說話做事自有底氣，家庭氛圍自然和睦溫暖，親子關係自然純粹親密。銀錢從來都唔係萬能，但絕對可以守住長輩嘅尊嚴，守住家庭嘅溫情，守住晚年嘅安穩。人到中年，歷盡千帆，看透人情冷暖，睇透世事無常，慢慢就會徹底看透一個真相：親情再好，都抵不過長期拖累嘅現實殘酷；母子情深，都扛唔住日復一日壓力嘅消磨與消耗。你手裏有錢，有穩固養老金，有充足積蓄，你嘅善良，你嘅付出，你嘅慈祥，你嘅體諒，先會被家人珍惜，被後代尊重，被身邊人善待。反之，你手裏空空，毫無積蓄，全程求人度日，就算你一生善良，一世付出，滿心真誠，處處顧家，都好容易被人忽略，被人輕視，被人嫌棄，被人淡忘。呢個唔係人情淡薄，唔係人心涼薄，而係最真實嘅人性，最現實嘅生活常態。我哋必須坦然接受，清醒面對。中年女人一生最傻、最可惜、最後悔嘅行為，就係掏空自己，犧牲所有，成全仔女，用自己一世嘅辛勞、半生嘅積蓄、下半世嘅安穩，換取仔女一時嘅順風順水。你以為你呢種無私嘅犧牲係偉大、係母愛、係深情？其實你係賭上自己下半世嘅所有幸福，賭一場勝率極低嘅人心與未來。呢場賭局贏咗，頂多係晚年有人陪伴，有人照顧，安享天倫；一旦輸咗，就係一生辛勞，滿盤皆空，老無所依，淒涼孤獨，有苦無處訴。真正聰明、通透、清醒嘅中年女人，從來都唔會做呢種孤注一擲嘅賭徒式選擇，而是穩穩陣陣為自己鋪路，默默積累屬於自己嘅底氣，好好規劃自己嘅晚年人生。唔賭人心，唔賭未來，只賭自己。存養老金從來都唔只係單純存銀紙積累財富，更深層嘅意義係存安心、存底氣、存尊嚴、存退路，存屬於自己嘅人生自由。當你手裏有充足嘅養老積蓄，有穩定嘅晚年收入，你就唔會驚衰老，唔會驚生病，唔會驚無人照顧，唔會驚被人嫌棄，唔會驚生活變故。60歲之後，你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獨立居住，可以選擇同仔女同住享天倫，可以選擇去專業養老院休養，可以選擇閒時周圍遊玩散心。所有人生選擇權、生活主動權完全掌握喺你自己手上，唔需要看人面色，唔需要聽人指揮，唔需要委屈自己，唔需要遷就他人。呢種不依附、不求人、自在從容嘅晚年自由，係任何子女嘅孝順、任何親情嘅溫暖，都永遠換唔返嘅珍貴財富。人到中年，閱盡千帆，看透人情聚散，歷盡半生風雨，終於會徹底明白人生真正嘅大福氣、真安穩、真幸福，從來都唔係子女大富大貴，唔係兒孫滿堂嘅虛榮，唔係外人羨慕嘅風光，而係自己身體健康，手裏有錢，心中有底，晚年有路，身後有退路。子女再好，終究有自己嘅人生，有自己嘅小家。屬於你嘅時光有限，家庭再暖，終究有聚散離合，有世事無常，冇永遠不變嘅溫暖。唯有自己嘅健康、自己嘅積蓄、自己嘅養老保障、自己嘅生存底氣，永遠唔會背叛自己，永遠可以陪伴自己，永遠可以庇護自己，永遠可以撐住你嘅晚年。所以唔好再將自己嘅下半世所有希望、全部未來全數壓喺仔女身上。人心會變，境遇會變，生活會變，
歲月會變，未來會變，世間萬物都充滿變數，唯有自己嘅實力、自己嘅儲備、自己嘅底氣、自己嘅能力，永遠唔變，永遠可靠，永遠屬於你。你可以盡情付出，但千祈唔好徹底掏空自己。你可以處處體諒家人，但千祈唔好卑微自己。你可以用心愛人，但永遠唔好忘記愛自己，成全自己。中年女人最高級嘅清醒活法就係7分顧家，3分愛己，盡心育兒但唔全額，默默存錢備足養老，手握底牌，心中不慌，自強自立，從容度日。願每一位35至55歲嘅中年女人都可以早日醒覺，早日通透，早日為自己佈局晚年，早日為自己積累福氣。唔好再一味盲目犧牲，唔好再過度依附子女，唔好再透支自己嘅晚年安穩，好好存屬於自己嘅養老金，好好守住自己嘅健康身體，好好經營自己嘅人生與心境。晚年有錢傍身，有底氣撐腰，有退路可走，有自由可享，唔求人，不依附，不卑微，不慌亂，體面從容，安穩自在，心安無慮，活成自己最溫暖嘅港灣，最堅實嘅靠山，擁有無憂無慮，被人尊重，志在舒心嘅幸福晚年。